再来看去年台北市一个15岁少年囡仔骑赛车后去弄到一间卖臭豆腐面线的店家，造成3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台北市交通局嘛发函予交通部，建请加重无照驾驶的处罚。交通部嘛表示讲，因拍算要来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甲目前有上侪罚2万4，来比较危险驾驶，提悬到罚3万6。台北市去年发生15岁少年赛车去弄到顶仔骹的小食店，造成3死2伤。未成年无照上路的事件引起社会关注。照现行的法规，未满18岁驾驶人无照驾驶，不管是奥多巴还是小型车，都会当采取新台票12000到2万4的罚金。另外，驾驶人和法定的代理人还是监护人，嘛要做伙来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台北市交通局嘛发函交通部，建请加重无照驾驶的罚则。我们透过这个案件也觉得可能真的没有达到恫吓的效果，所以我们也建议了交通部可以再比照就是酒驾的部分的罚则去加重处罚。会朝向比照危险驾驶，提高它的罚款上限到36000元。如果是你是无照驾驶，好，然后如果是有肇事致人受伤的话呢，我们会延长4年不能考领驾照。但如果是重伤或死亡、致人重伤或死亡的话呢，是终身不得考照。政府嘛和民间文教基金会来合作，举办学生奥多巴安全驾驶学校的推广活动。去年到学生无照驾驶较侪6间学校来做宣导，当中有1229个人次参加。统计2023年未成年无照驾驶是1834个人，2024年是降到1309个人。过去1年当中，因为这样子行动列车的融入到学校里面去做课程的一个宣导，让我们的这一个违规的人士减少了525个人士。教育局嘛透过下县市和校局促来合作违规辅导，包括下县市的加强处理，后壁辅导违规学生改正因偏差的行为。警察局是加强处理，而且移地保管车，强化车辆所有人的管理责任和辅导。逐个月提供违规资料，教育局是通知学校加强辅导等等。公司新闻综合报道。